弃养家也好，还是讲成功的人也好，因最后上后悔就是讲因趁钱侪钱，但是我都规划伫个时代是不必，等到翻过头来思考，为什么不爱一开始就飞去身躯边呢？而且我就想讲，即摆网络时代，这啥物物件遮尔方便，为什么有一寡代志会当去分年做，敢需要去台北做呢？伊喺遮吼用台语做创作，用画图啊、念影，还是写歌啊，还是讲吼要翕相，还是要写文章，拢会使。伊若做了好，我就互伊免钱来遮住，互伊来实在咱婚林到咱石鼓溪这地区的水。换工做免钱的大就对啦。在石鼓溪开一间牌仔客栈，只要来住的人有才调用台语创作。就会当免钱来住台语老厝，甲文化结合商业，希望互更较侪人认捌这块土地。各位朋友，欢迎来到咱台语老厝，阮的枕头是石鼓溪哦。甲阿金演出女外科，规整的希望来到台语老厝拍片。小玉，疫情好无？3月初4才有马铃节节。朱峰议员啊，你实在是鬼力的呢！那个火好像太大，有一点超灰渣的味道，闻一下。哦，啊，咱请假搁会当飞上天啊！对啊，对啊。What is it? 红银恁。It's good drink. 你啉看卖嘛？我的面哪会变做红的？我的面哪变做黄的？爱讲，不甲事情方法蹦蹦跳。很有，很爱讲，天土家己有。非常收看基本日本期内嘅节目《梦之家欢迎。特别，咱后大地加玻璃，爱系梦之家。耶！哇，太板薯。海家好，我是云林太番薯，太番薯。讲一个白菜，这个电影就无好看的，大家一定免。咱要来介绍咱炒领的烤地油甲烤地油鸡。我上尾先就想讲阿嬷教我拍，讲因来带我去食啊。三个啊吼，啊较巧啊加固一个啦。拢是阿嬷一手教我带大汉，阿嬷。拢会惊阮枵，惊阮做孙仔的人会枵，食无饱。你家己拢是孙仔惊，家己无重要啦，孙较重要。啊，即摆换我来甲你照顾。啊，就即摆你咧甲我照顾就对了。我毋知影你几岁，你几岁？这2年翘去咯。因为我就是甲社区有较侪产物呢。就是我去年发行一张专辑，差不多7天吧，因为我。起床 check 袂使，我就去定用。去熟悉这间学校的这个校长，啊校长呢有一天甲送物件我。先来要讲台语是困难的。那个上水的厝长，新年恭喜！这是我的麦克风，为什么你是网红对不对？你才是网红，我是台语老厝。谢谢县长哦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大家好，我们是玉祥棉织厂，这是我们家的毛巾，这是咱家的，阮家的面巾，嘿，啊，这拢是春棉，嘿，春棉的，春棉的。啊，阮阿嬷讲出来卖面巾，就是阮阿嬷讲出来卖面巾，就是爱回馈大家。注定啊，嘿是，你敢是弱势团体？啊我吼，你塑胶是真正会当分解的哦，直接摕来做后肥呢。啊，毋知当会当食看卖。其实现在的苛刻已经是一个法。迄衫袂啊，穿一礼拜拢袂臭哦。较早咱用稻草来防治这扬尘林吼，啊，即马咱改用粉油啊卡来治疗这个扬尘林吼。啊，即马稻蕉拢转来啊哦，而且拄啊，因讲嘛有发现石虎，连石虎嘛有发现呢。要来偷摕这个菜，这目起看起来真水。喂，警察，人偷迄物件。这一罐内底有5支红菜头。你种几档啊？种几档咯。红菜头饭，好食。足香的，袂收烂嘛，袂收甜哦，这真适合时大来食。啊，这红面筋来真好啊！哇，我来偷食。我给你俩派出所。这里有点。这支小好耍啊！
来台湾读册的日本朋友，骑车来到台语老厝，来1100海拔的后洞啊看夜景。当向光写出伊的名。基本上，咱这个国际上会晓用3种语言、4种语言的人吼，伊学其他的物件，学数学、学science拢真紧哦。阮绝对无要放弃，要离开地球了。你有啥物资格讲我毋是正港的台湾人？恁爸出世时阵就开始讲台语啊！叫别人讲我毋是台湾人的感觉吼，冤枉啦！黄仁勋博士致辞。我今仔日本来想讲甲恁讲台湾话，但是愈想愈紧张。咱遐尼侪人伫遮，你咧甲我出价？NVIDIA 3条升级执行长，拢愿意伫国际上台湾讲台语。咱是偌济升级，但是煞无愿意讲台语。先成为一个正路的人，才来正做一个台湾人。一个愿意讲台语，但是世界诈骗。逐工白贼话讲了罐罐死死，袂照顾厝内人，袂车用时代的恐怖精灵，甲一个愿意逐工做功德，愿意捐钱予社会福利团体，厝内照顾好势好势，但是完全佫袂晓台语的人，你认为啥人才是台湾人？因为有恁，咱才会当来正做台湾，正做台湾人。台语老厝感谢每一个朋友，感谢恁。